出关注的野水电脑厂清零计划，予疫情嘛开始得到控制。远向竹无港区低风险区嘛，陆续恢复营运。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嘛，增加厂区的防疫措施。不过，同园也有4条唔知感染源的传播链。加贝尔幼儿园跟前都刷刷锅是同一个群聚。那另外，龙潭退休人员呼吁包括农家乐小吃店以及前都刷刷锅的顾客要站出来裁剪。另外，民众较烦恼的不明感染源的个案，按后167外拦截移工，目前卫生局嘛针对做工课环境做裁检，好加在654个人拢是阴性，伊嘛是移工专案60001个人当中唯一的确诊者。一个确诊代表说并没有衍生到其他的企业的移工的现象。中央发给的移工50个人以上的企业，那么大概44000人。那我们再外加3万个给20个人以上。针对移工的部分，市府继续扩大裁检，不过今仔日敢有增加其他个案。昨天裁检了3856人，那么有新增个案都是匡列裁检，或者是可以追溯的这个范围。听起来无甲话讲好死，嘛开始知影现阶段的传播链是对倒位开始断的。不过民众要是爱加注意，毕竟病毒真搞怪，随时拢有可能阁会有新的挑战。我是李一文，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记得收看52动起来，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